乱已满啊！满身就会见，你呀，父亲莫堂你相见，归山多上一波黑。陆公子强不服气，有喊家的。喊家等如何？老爷跟大脚头到满身血。你。一脚踢到如斯看，你呀，要记得以后还有机会见到天公子，你就来陪阿爸来报答佢，叫父亲，叫娘，叫娘。父亲，父亲，父亲。
同坐。下父亲呐、凤爷，莫猜消防，来在前堂有何事情啊？当然多彩前堂，以牙相安呐、真是怪客的语。诶，你话奇怪，我看到是个人的阿哥啊。太哥偷早就出门，前去看庙会呀。乜计啊？看庙会闹热，我想佢今日出去嫖赌宴啊！你个派架子啊，不负敬业，今日出去挥挥三座，真正喜死人了啊！老爷，老爷。是呀！老爷，佢用我一命来死呀！阿芳，发生乜嘅事情？用把我嘅凶多俾人炸死咧！哎呦，搿种爱老少爷两三日归山到了，搿淫妇一个卖人嘅肉吧。医疗啊，那个讲下烟，搿田太人嘅那一田又传起了冲突。少爷冇小心闯到太沙，怎会？你个屁！怎会一命归义嘛？啊！我的子女，就会安来死，安来死，子女，少爷，我是公子女呀！田玉成，可恨可恼为。眼看我儿来参事，来参事。本港呢，难受此口气，此口为气。我是儒家，一不见，言数不报，不为言。父亲啊！我属他命常可以，常可以。莫非其中有险机？有险机呀！夫人，父亲有爱查清，不可言忘，该何意？你个屌鱼，不要一多说，下分过来，在从同司马进中。要得同司马进见。有。参见中督太爷，免礼。中督太爷，请我目中军中有何差遣？太答你个田玉成，一个大事我意，我免派带领家将安排天罗地庙，叫你个田玉成捉拿归案。对，太爷，那是田玉成把我给母儿用办处置，各杀不论。别了。
你呢？无意。再走。走。这种情送你一坛啊，你那有你手机抢了，抢了！抢问手机，继续收算，是嘛人家呀？哦，是外家，是人家收算。手机，拜托你，同我哥讲好吗？这公子已经押清了，奴家不方便，你来。家父的事，哈？也给家父事？哎呀，小姐，这位老总，这不是鬼山岛卖这位老总啊？是呀，这就那个夫妻。哎呀，小姐，奶奶名号田玉传。是在龟山岛所差，为救老总，打死卢公子，哈！想不到还是救不成功啊！什么？你在田公子面前恩公？不敢不敢，小姐，不用道理。哎呀，对面来了，小姐，救命救命！这。哎呦，那个办法委屈公子不宜藏在家父的尸体旁边。真是好办法，挨了枪空。哦，有冇？冇看到人啊！冇看到人。哎，这姑娘。哦。你可以看到大西卢公子的凶手田玉传。陆公子，不走。他呀，他明做主圣人呐。哎，你有什么言情啊？那个夫妻龟山岛上把陆公子打死。小姐，你讲你家父亲
我家公子大喜，就是你阿本啊，多的满意，大喜满意。这，哎呀，你唔敢讲，我推你而讲。家父归山岛卖陆公子将夫妻，向家丁来打伤夫妻。啊，他呀，推我信任。何时再等？阿本啊，来人，就是我抢人送去，走走。走。哎呀，公子，干便击退了，感谢小姐人来解围。公子客气了，火系人夫妻，原来是奴改当爱做的，说什么改为么？小姐，你下干便记受了，拜托你同我哥讲好么？但奴应当爱做的，公子抢，小姐抢。